隻越秀房地產咧，因為佢個市值低咧，其實咧嗰個值博率咧就更加高，因為咧只要好少嘅資金咧就可以將佢炒起噶啦。而家咧得個170幾億市值，咁啊相信咧要將佢炒上300幾億咧，一啲都冇難度啊。所以咧呢隻可能係另外一隻嘅倍升股嚟嘅。咁我哋睇翻技術分析啦，咁啊之前咧喺低位3個5毫幾咧做咗個底之後咧就彈咗上嚟，去到大約4個幾至5蚊嘅時候咧就有阻力。咁而家回到去4個4，咁而家咧其實咧就試緊升穿呢個上升軌嘅。咁如果咧佢可以企穩而家呢個位再升穿嘅話咧，其實咧可以話係咧冇乜邊際可言啦。咁啊佢最起碼咧我諗咧都可以睇5個半嘅。本片純屬個人分享同教育用途，並非投資建議，本人並未持有任何相關牌照，投資一定有風險，盈虧請自行承擔。詳細免責聲明，請參閱資訊欄。TNL 幫你睇清市場機會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。咁啊，最近越嚟越多人問我，喂，啲升咗嘅股票點算啊？譬如升咗100% 嘅聯想，係咪應該放啊？咁啊，大家 follow 咗我哋幾個月都知道，其實咧我哋揀嘅股票咧，通常都係已經咧比較合理嘅價錢啦，亦都有好大嘅期待升幅咧，我哋先會介紹俾大家做功課嘅。咁啊，之前其實咧好多功課咧都已經升咗幾十%噶啦。咁譬如之前嘅重慶機電啦、聯通啦、新意網啦，甚至英樂創科，其實都升咗好多。咁當然啦，而家有回落嘅機會俾大家買啦，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咧多多研究下呢啲股票，咁啊喺適當嘅時候，可能又會再同大家講，喂，又係時候要做功課啦。咁當然啦，頻道講咗一啲嘅功課咧，可能咧都有相當嘅回調嘅，即係譬如騰訊啊、阿里巴巴咁樣啦，冇計嘅。咁啊而家個市場可以話係咧殺緊一啲呢啲嘅大型科網股嘅一啲估值，咁啊唔緊要嘅，分段入，好似我哋講話分幾注啦，等佢跌穩咗之後，我哋再加注，咁我哋咧減低咗我哋嘅持貨成本咧，將來咧佢升嘅時候個升幅咧就會更加大。咁所以咧慢慢留意我哋平台，當我哋喺見到呢啲股票咧開始反彈嘅時候，可能咧都會同大家講聲嘅喎，所以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啊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咁我哋今日咧就會講一隻我哋之前咧應承咗大家會講嘅股票，就係越秀房地產。咁啊，越秀房地產咧，自我哋介紹以嚟咧，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做功課嘅話咧，都有咧差唔多10%嘅升幅㗎啦，呢2-3個禮拜。咁啊，無他嘅，我哋講完之後，內房股真係升㗎嘛，曾經可能去到10幾20%添。咁啊，而家開始有少少回落啦。咁究竟呢隻股票值唔值得再投資？咁啊，今日會同大家一齊 detail 啲睇啊。咁啊，內房股咧不嬲都有內憂外患啊。內憂咧就係可能佢哋一啲嘅公司咧都立亂啊。咁啊冇錢啦，係咪？咁啊借唔到錢啦，水緊啦，現金流咧出現咗問題。外患就係賣唔到樓啊，其他公司咧都劈價賣樓啊，自己咧啲樓咧又賣唔出去，所以咧一直以嚟咧近呢2-3年咧內房股都跌到 blackjack 咁樣啊。咁啊，就算講越秀房地產啊，最高峰跌嘅時候啊，都跌到啊得翻30%嘅市值就喺高峰，11個幾啊，跌到得翻3個幾啊。咁而家先至話升到4個幾，無他嘅，因為大家咧都真係好擔心內房會唔會爆煲嘛。如果爆煲，會唔會一鑊熟啊嘛？但係咧，其實咧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，我同大家介紹嘅內房股咧，其實咧全部都係國企背景，有中央政府或者咧市政府咧去背書。今日咧同中海外一樣介紹嘅呢隻越秀房地產咧，其實都係屬於國企嚟嘅，由廣州市政府投資嘅。廣州政府咧就係大股東嚟嘅，因為佢係國企啦。之前咧其實咧借貸比率咧都係非常之低嘅，借好少錢嘅啫。咁啊完全符合國家嘅紅線要求啊，所以咧一直以嚟咧都冇用高借貸去擴張嘅。咁啊所有生意咧都係實的賣完起樓賺錢，賣完起樓賺錢。咁啊當年啦盤踞於越秀區嘅越秀房地產咧，藉住一個個好嘅廣州項目咧，其實咧都有好大嘅口碑咧喺呢個市場上面嘅，啲人咧絕對唔會擔心佢走佬啊爛尾啦。所以咧個樓市一起咧，佢哋咧某程度上咧可以咧憑住呢啲優勢咧，可以第一就係借到錢再攞地啦，第二就係咧可以咧當佢推盤嘅時候咧，好多人都有信心咧去買佢嘅樓盤啊。咁啊越秀房地產咧同中海外一樣咧，大部分嘅土儲咧都係1、2線城市㗎啦。佢啊仲犀利，佢有94.4%嘅土地儲備咧，都係6大城市，咁啊北上廣深同埋杭州、成都咁嘅地方嘅啫。咁啊得呢6個城市嘅啫，專注做好呢6個城市。咁啊，尤其是廣州啊，大本營啦，上年咧都攞咗好多土地儲備啊。上年齋攞地都攞咗百幾億，賣樓啊，上年啊喺廣州啊都賣200幾億樓啦，一間咧100幾億嘅市值嘅公司，但係咧賣樓都賣200幾億啊，淨係喺廣州啫。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咧，其實咧近排咧仲有啲嘅比較受惠嘅新聞咧出現咗，就係廣州市政府咧推出咗咧舊換新嘅政策啊。咁咧佢會資助咧一啲咧舊樓嘅業主咧去賣咗而家嘅舊樓，跟住咧買新樓。咁啊政府咧出錢收咗呢啲舊樓。咁啊變相咧，其實咧個市場上咧二手盤咧會好快咁樣沽清，咁啊新盤就會更加多人買啦。賣幾多二手樓，咁啊新樓自然就會賣到幾多。咁啊呢個係廣州市政府一個積極去庫存嘅一個政策嚟嘅。咁呢樣嘢咧，其實咧對於越秀房地產應該係超級受惠嘅。咁講完越秀地產嘅呢啲咁嘅消息啊，或者佈局嘅嘢，咁我哋咧其實咧都可以睇翻呢個公司嘅基本面。咁呢間公司咧其實咧整體嚟講咧經營現金流咧非常之穩健啊。上年咧淨經營現金流咧有139億咁多。咁啊最近仲賣咗南海
海嘅一個商業項目啦，套現多40幾億添，將呢啲咁強勁嘅現金流咧歸納到去公司咧，將來咧去搶地啊，或者咧再進一步嘅起樓去賣錢咧，係非常之有利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再 detail 啲睇咧，其實咧佢個 PB 啊市淨率咧得個0.29啊，即係簡單嚟講，你攞29蚊就可以買100蚊嘅嘢，呢個咁樣嘅紅利咧，其實咧仲未計樓市升值喎，就算佢而家咧清貨大減價。劈貨半價賣晒佢嘅所有資產啊，佢都仲有好大嘅利潤可圖啊，所以話咧呢間公司咧其實進可攻退可守啊，再加上咧樓市跌咗咁多年啦，其實佢都好少蝕錢嘅，因為咧好多咧都係優質嘅樓盤、優質嘅地段咧，其實咧喺賣樓方面咧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，亦都唔需要話咧急於咧去好平咁去推盤啊。呢隻越秀房地產咧，因為佢個市值低咧，其實咧嗰個值博率咧就更加高，因為咧只要好少嘅資金咧就可以將佢炒起噶啦。而家咧得個170幾億市值，咁啊相信咧要將佢炒上300幾億咧，一啲都冇難度啊！所以咧呢隻可能係另外一隻嘅倍升股嚟嘅。咁我哋睇翻技術分析啦，咁啊之前咧喺低位3個5毫幾咧做咗個底之後咧就彈咗上嚟，去到大約4個幾至5蚊嘅時候咧就有阻力。咁而家回到去4個4，咁而家咧其實咧就試緊升穿呢個上升軌嘅。咁如果咧佢可以企穩而家呢個位再升穿嘅話咧，其實咧可以話係咧冇乜邊際可言啦。咁啊佢最起碼咧我諗咧都可以睇5個半嘅。咁再下一級咧嘅阻力位咧比較大嘅阻力位已經要去到7蚊啦。咁所以咧其實咧你話咧去投資呢隻越秀房地產咧，咁去睇佢去到6蚊或者6個半咧，其實一啲都冇難度嘅，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。因為咧，你如果你睇佢圖表咧，其實咧而家已經咧初步見底咧，開始咧突破呢個下降軌噶啦。如果成功突破下降軌咧，相信咧爆炸力咧真係非同小可，可能咧可以去翻前頂嘅8蚊，或者再繼續上都唔定。咁啊，你對越秀地產呢間公司有咩睇法？歡迎你留言同我一齊討論下。